我身邊有個弟子呢，人係幾好嘅，學佛都好精進，但係佢喺我面前呢，就經常提起佢心入邊有個放不低、忘不掉的人。嗰個人呢，唔係愛人，係仇人。佢一直都記住佢，記住佢對佢嘅傷害，記住佢10幾20年前係如何對佢不好。呢件事情其實講起嚟，好多人都有㗎。呢個社會上有啲仔女怨恨父母，有啲父母怨恨仔女，有啲怨恨朋友，甚至乎有啲怨恨戀人。咁邊個對你唔住都好啦，但係你日日喺度翻舊賬咯。我呢個弟子就係啦，佢成日越諗越激，越諗越激，咁令到自己身心都唔舒服，甚至乎成晚咁瞓唔着，失眠。我就同佢講，唔知你有冇發現下，嗰個傷害你嘅人可能早就唔記得呢件事啦，或者人哋而家生活都幾好啦，得返你好似嗰啲守墓人咁樣咯，日日守住過去嗰啲垃圾，唔肯倒咗佢。佛講啊，一念親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其實你憎一個人呢，就係賦予咗呢個人繼續折磨你嘅權力。佢可能只係傷害咗你一次，但係你日日喺度怨恨，等於傷害自己成千上萬次啊！人生苦短，你冇幾多時間可以浪費喺呢啲你討厭嘅人身上嘅。放手唔係原諒佢，係放過自己啊！當有人你拍一拍身上嘅塵土，連望都唔想望佢一眼，睇都唔想睇呢個人嘅時候，咁佢對你嘅傷害咪徹底消失咯。